课程的兄弟，勇敢继续来受装备，成做小组的帮站，福音的精兵。10月20到11月24，真要真理的课程，恳求主你来保守带领，要受洗也是初信的兄弟，有属天的智慧，伫真道顶面安稳徛在。今仔日是孝亲的主日，恳求爸上帝你来赐福，互每一位长辈身心灵勇壮，每一日领受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伊的囝儿逝世，拢意爱亲近上帝。今仔日也是医疗咨询的服侍的日子，恳求主圣神你来带领，透过同工的服侍，互每一位接触的朋友，拢会当来领受到主你的福音，得到主你的救赎。愿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来教导启文32，就是诗篇130篇，启文32。上主啊，我对深恩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若记伫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徛袂牢？总是你会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人啊，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就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罪过。这是要请乐龄德福古典的组员来献诗讹上帝。
继续要来请乐林甲德福据点的朋友来演出戏剧。保罗甲西拉的宣告来到腓立比，伫咧中间拄着真济的新野奇事。当伊来到腓立比的时，拄着一位富贵负心的婢女，伊知保罗的信上有对上帝来医病赶鬼的气力，就一直喊叫讲，这人就是至关上帝的奴仆，用拯救的保罗知女婢的主人，就是利用着伊有贵妇，互人扑挂的气力，趁真济钱。当保罗将女婢身上的邪神赶出的时阵，伊的主人非常生气，就报请官府将保罗甲西拉抓起来，关入去监内内底。继续，咱来读圣经，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34节，《使徒行传》16章25节到34节。各版本的耶稣，请看荧幕。25节，差不多半暝，保罗甲西拉伫祈祷，吟诗学了上帝，其他的犯人拢伫注意因听。忽然有大地动，比到监狱的地基摇掣，所有的监门拢随时开，犯人的锁链拢落去。顾家的人醒起来，看到监门开开，想讲犯人拢逃走，就跋倒要自杀。保罗大声呼讲：毋通伤害家己，阮拢伫遮。顾家的人叫人举灯来撞入去，皮掣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然后带因出去问讲：先生，我着做啥物才会得着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家就会得着救。因就将主的道理讲互伊甲因全家的人听。迄暝，顾家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去洗空喙，然后伊甲全家的人拢随时受洗礼。伊带因入去伊的厝。准备物件互因食，伊甲全家拢大欢喜，因为因已经信上帝。以上，即是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咱即家，我们这一家。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阮家庭，也透过阮每一个家庭，延续主你的恩典。总是有当时。阮无法度用阮家己的方法来做主，愿主你来帮助阮，透过圣经的真理帮助阮，会当互阮的家庭真做得到福气的家庭，也互你的教会真做互人得到福气的所在。愿主来赐福开阮的心窍，会当明白你的真理，阮拢会通真做上帝宝贝囝、宝贝查某囝，同心祈祷，可以做圣名，阿门。愿下这大家平安。今日咱透过孝亲主日，就是阿公阿嬷节吼。这毋知当时开始吼，咱伫咱的纪念日的内底吼，
咱伫国家的纪念日内底，今仔日是这阿公阿妈节吼，祖父母节吼。咱看见遮的年长者吼，因透过简单的演戏吼，恁看有无？有啦吼，佮甲因拍抱仔一下好毋好？我拄啊上重要迄句菜点啊，怎啊袂记安尼啦？哦，迄拄啊伫遐时阵吼，迄若肉食较济吼，迄头脑就会较会记安尼吼。咱即个家庭吼，家啊吼，为虾米要用注音？就是讲上帝透过家庭设立即个婚姻，互男女结合会通延续上帝所要互人的恩典。上帝嘛将迄个管理即个世界的权柄来交互人哦。总是咱即几年吼，咱看讲人无好啊管理，颠倒互大自然伫遐管，对无？咱若去看到迄一丛大樟树顶回圣约之旅游的时阵吼，圣乐队去迄个虎尾啦吼。去虎尾遐去参观一个所在，外口就一丛大樟树吼，中就甲绑啥红布绑了就安怎，就来甲摆安尼吼。本来这树木、这石头、这万物，上帝交互人管理，你知无？总是人失去迄个管理权的时阵，就互迄个石头、树头、插头伫遐来管哦。所以咱看伊讲。变怎透过耶稣将即个管理权，将即个上帝互人的主权来恢复。所以今仔日咱透过即个孝亲主日，咱搁一遍来想讲，圣经内底教导咱基督教的信仰，头10条戒，头4戒是啥？人对上帝一个敬畏。第5戒开始是啥？人甲人中间头一戒讲啥？着孝敬父母，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伫世间的日子会通安怎长岁寿啦吼。所以这带有应允呢。你若安尼做，上帝就互咱有即款的福分吼。今日咱要透过这孝亲主义来看讲，咱每一个家庭吼有俗语咧讲，家家拢有一本啥学得念的即个经啦吼，是啥物经吼？是迄个苦经，还是啥？还是真毋通要安怎去面对的吼？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吼。但是今仔日咱要透过上帝为圣经，要来改变咱的家庭。咁在家庭是一个温暖的闪美的所在，总是嘛有当时真做是啥物？彼此伤害互关系破裂，彼此伫迄中间受伤的所在吼。所以有一本册叫做《家庭会伤人》吼，就是讲伫这过程中间，人无共款的个性啦，处理了无好势吼，沟通无好势就会产生真侪的遮的破裂。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讲，我们这一家，检查两个人结合有生团有真做美满的家庭，总是有当时这个家若出现问题有迄个伤害的时阵就安怎？这最近的新闻对无？都我无讲人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迄个伤害，咱看即个家是啥？是你的伤痕吼，拄要好吼，坚皮坚皮你搁甲扛着，就安怎？搁流血啦吼。所以伫迄过程中间，彼此的关系就变成做一个枷锁一个锁链伫遐锁掉的，伫遐彼此安怎有迄款的束缚，所以人就无自由。所以咱今仔要透过教会，透过伫迦南教会，透过伫咱每一个人，其实你是迦南教会的代表对无？你是耶稣基督的大使你派去到伫每一个社区，伫每一个家庭，伫即个亲友的中间，你诚做一个大使。所以当你认捌耶稣了后，你的信仰改变，伫耶稣基督内底，咱要诚做新创造的人。所以伫咱的思想、感情、意志、咱的身躯，
拢要诚做是一个真大改变的人。拄啊一开始迄个祈祷会，咱用无共款的方式，透过迄个少年家，伊原本得到是一个检测无有医啦，伫迄真少的病例的中间，为虾米会当得到医治？伊为虾米会当得到医治？拄有注意无？伊做2项代志，头一项是安怎？祈祷对无？第二项呢？学乐啦吼。这甲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有真大的关系。拄啊，演剧内底，咱看见保罗甲西拉因2人安怎伫迄个苦难的中间，好亲像这少年家伫病痛苦难无五望的内底，伊学乐，伊感谢，伊祈祷，所以伊安怎？你知影学乐感谢迄个免疫系统咱的上帝互咱的身躯有一个会通排除这歹的这免疫的系统会通伫遮恢复迄个好的细胞用起来，来对付这歹的细胞。所以学乐实在是咱上好的药，你知无所以喜乐是上好的药透过学乐伫遮来经历。所以今仔咱透过这段圣经，要互咱看伊讲，家庭拢有无共款的这个受伤的所在。要透过上帝的话，互咱看见，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改变的机会，有这转机转变的机会第二就是讲，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困难就是疼。伫拄仔故事也好，也是讲伫念的咱要看这段影片内底咱要看见讲，伫耶稣的疼内底，透过你我来展现出来、活出来的时阵。伫咱的德福的据点袂，伫咱的据点的内底咱有看见讲，咱当咱身躯无方便的另外一个兄弟都会甲饲饭咧，你看足感动的啦佫有地方互相会通伫遮斗相共所以伫遮咱看讲疼的困难实在非常的大，会影响人的性命。咱先来看这段。检查你捌看过，总是搁一遍来看，你会感无共款的领受那个电火条拢会打一寡这个好，你们的那个什么披萨，谢谢啦哈。谢谢。你阿妈要买啥知无？买啥？买披萨啦买披萨要创啥？耶稣你好啦，我今日甲你传一道叫做披萨啦，照讲我会甲你准备3星4果啦，听讲恁外国是无共款，加在我有踮喺电火条看到你爱食这味啦，嘿，害我找足久的呢。老实讲，我本来打耶稣听你人家打迄披萨。我迄2个罗马孙讲要去你啥物陪读班骗笑的，我才无咧讲。阮兜本来观世音菩萨和迄个祖先咧甲阮保庇啦，哪有可能去外口找迄个小三佫一个恶毒的小三毋过我迄2个孙安怎甲教死嘛无效呢？我想讲死要做活要伊啦，惨的啦，反正伊一世人拢扣教啦，
哪会知影吼？去迄个什么陪读班吼，啊，甲迄个老师咧读迄个什么圣经无偌久吼，转来吼，我会甲我问讲，阿嬷，你食饱未？啊，佫愈来愈有礼貌哦。以前吼，咧学校成绩单吼，规篇拢红记记啦，迄两个加起来吼，嘛无及格。结果吼，即摆吼，拢会考安尼8、90分呢。今年吼，阮阿伟吼，佫冻伤无翻身哦。夭寿哦！爷孙，你足有灵性的咧。哎呀，多谢啦，真是足多谢的啊！啊，天气这尔啊冷，啊你无穿衫，敢袂寒着？安尼吼，敢袂感冒啦？爷嫂啊，我还要加烧一寡金枣，互你咧天顶开啦吼。爷嫂啊，歹势啦，你若有零食吼，你著补我一个名牌啦。啊，你知吼，我迄个囝咧外口互大人讲，啊，家己著饲袂饱。啊，阮新妇吼，走著缀人走啊，啊，靠我家己一日卖菜吼，要请养两个孙仔大汉吼，我真艰苦呢。无即个爱头种、二种就会使啊。阿嬷，哎呦，遐大声咧！好啦好啦，哎，这是咱两个秘密啦吼，唔通互你两个孙仔知影。爷孙哪讲换卡味啊啦？阿妈，换我做啦！阿伟啊，你落去，我去你这啦。哦，为什么？然后还好嘿。阿妈，现在不要紧啦，又没人在看。啥物咧无人咧看？你的耶稣吼，点点陪你咧看啦，早年嘛哟说啦。阿台啊，你菜头爱抹好哈。老师啊，即摆家己种的菜头啦，有机的哦，保甜，保甜啦。谢谢姐妹的奉献，对啦。愿圣灵保佑你，哈利路亚。好，咱看这段影片吼，其实咱看伊讲，伫迄个影片内底，敢有真趣味，总是看见囡仔的改变吼，看见囡仔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教会透过陪读班吼，透过咱教会最近咧自学方案。伫这个过程中，咱看见讲兄弟姊妹吼，伫因生命内底陪伴互这囡仔本来阿嬷讲啥，这两个罗马孙啊，所以检测伫因的生活、因的品格内底拢足歹但是因为这个信仰会通改变这个囡仔总是有一寡阿嬷的观念、迄款的态度、迄款的信仰需要安怎需要调整所以今日来透过这段圣经，也透过两个家庭，上帝安怎透过保罗、西拉，伊教导因伫因的信仰内底，互因真正清楚讲，这个信仰的行踏是安怎拜耶稣敢着爱烧香啊，敢着爱烧金啊，是讲互我种迄个名牌有一支名牌安尼，敢着迄个信仰的态度所以有当时爱透过这个信仰来改变，互咱毋是干那讲换一个生命来拜尔，是真正信靠这个独一的神，互咱知影讲天地万物的福气拢是所享受。所以今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我们这一家咱这个家也是讲你的这个家属咱要来看见看见人生的改变，会当有听来赢过这个苦难所以咱的家庭要怎成做一个好的家庭，是透过这个信仰来帮助来改变。拄仔咱对25节开始看总是咱会无明白为什么因两个人伫这个家落内底透过这个
演革咱嘛加减了解，总是牧师要透过真经，甲咱讲保罗伊本来甲巴拿巴伊两个是团队的侍奉，总是因为马可过去到一半路伊就讲无要对落吼，所以半途而废吼，伊咱行到一半无要继续落，所以保罗讲我无爱带去啊，所以巴拿巴就带马可然后咧保罗就邀请即个希拉，所以两个就安怎两个福音队就开始出去所以因对安提阿伫遐巴拿巴就行伊的路，保罗就行伊的路，所以两队福音队就开始对外邦的世界伫遐去传好，所以咱来看伊讲，保罗来到伫即个特比到罗斯德，伫迄个所在拄着一个真要紧的，伊的属灵的囝儿叫做啥物人提摩太啦所以提摩太伊嘛互人学落会着，所以保罗看伊即个少年家是可造之材，会当训练所以后来成做伊真要紧的一个助手，也成做有所的主任牧师，成做是一个传教者安尼牧者所以咱看讲伫即个中间，因为伊的老母是犹太人，伊的老爸是啥外邦人就是希利人，所以其实伫耶路撒冷会议的时阵，就讲外邦人免甲行甲咧。但是保罗咧担心讲，若伫迄个犹太人的中间，兼在伫做工会拄着一寡困难，所以伊就甲行甲咧安尼。所以即马安尼几个人？保罗即个团队几个人？三个啦三个人伊就开始伫遐来到伫即要到伫亚细亚，要伫遐来讲道保罗到伫中的时阵伫遮伊想讲，我要来亚细亚，要来以弗所，总是圣神甲讲安怎，袂使你毋通去咱来看后壁遮伊阁要想要去即个庇推尼耶稣的神讲啥？袂使所以有当时咱会用家己的方式想法，讲我要做这，我要做迄，所以有种圣神会帮助咱，互咱知影讲要做的方向是啥物所以伫遐伊就到每一个的边界用家己想法，耶稣甲主动所以伫遮咱看讲，伊来到伫特罗亚来到伫特罗亚伫这所在即回托尼基。咱会去即个所在所以要去的人注意听注意看伫几个所在甲路地亚因兜推啦，即个所在拢会去过。伊个念等等，即拢会伫即回10月初6的行程拢会经过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即个特罗亚是一个真要紧，伊是伫亚洲啦，亚洲。所以过去咱对基督教的信仰有错误的观念，讲恁信这拢是啥？华纳教、洋教、洋教其实伊是对亚洲啦，对亚洲伫遮来将这福音传到伫欧洲所以特罗亚是一个亚洲要进入到伫欧洲传福音的一个起点起航点，就是伊对开始坐船要进入到伫欧洲所以这位其实托尼基的中间嘛是有对亚洲。到伫欧洲的即个交界安尼所以透过安尼，咱会当有机会去行一逝的时阵，你会当更较清楚。伫即个特罗亚的所在，保罗伫遐领受一个异象，就是有马其顿人对异象暗示，伫祈祷中间来启示伊讲，恁拜托的来过来斗相共。所以伫遮你也看，保罗本来要到伫以弗所，要到伫即个亚细亚，总是咧上帝圣神毋准，后来影响到伫伊所要做的行程所以伫遮咱有看见遮有讲一个讲咱伫路加医生咧写这批中间，伊种阮就表示伊加入，所以即个团队加一个人路加，所以有4个人，因做伙伫遮开始到伫外邦的世界伫遐来传福音，然后到伫马其顿，因头一个所在就是去到伫
腓立比啊。腓立比的所在是号称叫做小罗马、小罗马哦，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殖民地，所以伫迄中间哦有真侪只的罗马人犹太人就较少，所以保罗到伫迄个所在时阵，伊就坐船对特罗亚到伫要到伫即个咱看伊腓立比腓立比的所在，好。大概伫菲律宾是欧洲福音整个欧洲的头一个点啦吼。所以保罗、甲西拉、甲提摩太、甲路加会通到伫即个所在，然后伫遮伊要找一般若耶稣也是保罗，因拢会先找一个所在，啥物所在来传福音？会堂啦吼，会堂，但是即个所在伊找无会堂，犹太人较少。查甫的犹太人，伊就会通设立一个会堂。总是你也看讲遐无会堂，表示犹太人无偌济啦吼。所以因就去到伫即个河边伫遐来找吼。拄好看见福音人，拄好讲路底亚甲真侪福音人伫遐咧谈论寡信仰路底亚伊的故乡崔拉。即个城是出山知识部吼，所以伫遮咱看即路底亚，伊是专门伫卖知识部吼，即部袂歹，所以伊伫因兜的经济嘛算袂歹吼。所以咱看讲圣经透过保罗西拉对即个外邦的福音人，伊有兴趣伫遐来听，所以圣神伫遐来帮助伊开伊的心窍。帮助伊领受即个真理了后，伊就安那洗礼然后伊就讲来阮兜住啦，佮讲真理、讲福音、讲这道理，互阮听所以嘛有资料讲兼咱菲律宾教会是对路底亚因兜开始安尼吼，对报道所对一个福音中心开始成做菲律宾的教会。伫即个过程中间，我相信有真侪人做伙伫遐来听福音，总是。其中有一个即个代志，就是有人透过即个鲁比，互邪灵附身来占卜，佫真准，你知无？所以邪灵伊嘛会互人趁钱啊，总是人无自由，互人互即个邪灵伫遐来束缚掉的，所以伫遐一世纪安尼对安尼摇把叉安尼伫遐讲，哇，即个是至高上帝罗卜伊要报恁拯救的道路保罗嫌伤差，你知无？就讲奉耶稣的名伫遐，将伊身上的即个邪灵甲赶走。伫遮咱有看伊讲，这邪灵惊耶稣啦，这邪灵惊耶稣的权能。所以即马7月时还袂过对无？有当时咱无信主的时阵，咱就惊东惊西对无？7月时会使结婚袂？袂使啊！变做带几新娘，你知无？会当搬厝袂？会啦，但是人就惊啦所以惊东惊西，惊冲惊煞。所以伫迄过程中间，咱讲因为耶稣的权能，所以保罗吩咐命令这鬼邪灵就对这人的身上伫遐出去这了就代志大条，你知无？无赶无代志赶落全代志所以这个主人就安怎？我无法度趁钱无法度靠这个鲁比趁钱安怎？甲告因为当时伫迄个菲律宾算讲是罗马伊的一个所在嘛一个殖民地，所以因有一个条例，就讲你袂使随便对罗马人伫遐来传福音所以因掠条即条的法律就去甲告啦挡人的财路。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就两个安怎真衰伫遐落落伫迄个感觉，兄弟姊妹，我问你啦若像你是保罗甲西拉为着好因故互掠去关，互掠去拍，你会安怎？上帝我著甲你讲，我本来是要去以为所，你著爱叫我来遮，害我互拍，你会安尼袂？检菜会对毋对？会埋怨讲无代无志对无？无你若听我的嘛好对无？但总是上帝伊有伊安怎？伊有伊的道理伫个啦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伊讲当因拄着苦难时，因不但无埋怨，因伫遐懊恼，因伫遐来感谢所以过去感谢菲律宾的感觉，大概亲像安尼啦
咱看强因两个人哦，伫迄个骹口伫遐哭掉的时阵，因犹原会当伫遐娱乐，所以咱来看伊讲，娱乐甲祈祷是真大的困难。伫你苦难受束缚的过程中间，咱有看强迄个困难吼，一祈祷一娱乐落，啥物代志发生啊？哦，可能迄个6.0的吼，哦，6级的地震哦，安尼连迄个地基都拢摇动，连遮骹口、手口吼，都拢落掉去，遮锁链拢落掉去，啊，监甲的门拢开开，啊，这声顾监的人讲惨啊，死啊，真正，因为伊若失职，伊检察用受处死，所以伫遮啊无我先家己结束，安尼吼，较袂艰苦啦吼。所以伫迄中间，当伊要出手的时阵，咱看伊讲哪，咱看伊保罗讲，小等的啦，阮伫遮啦，毋通伤害家己。大概咱看讲，拄啊牧师从即个过程中间有圣神的引带保罗西拉无照家己的意思来到伫菲律宾，总是面对苦难的过程中间，咱看伊安怎用啥物款的态度伊遐面对，然后拄啊应用。若安尼，我要安怎啦？我当如何行？我要安怎做？拄啊，迄个金句关键讲啥？着信耶稣吼，你甲你的全家要安怎？要得到救啦吼！所以伫遮即个真要紧的一个锁匙，就是讲啦，相信吼。所以信心毋是亲像拄仔阿嬷讲，我用这个金，用这个啥，好亲像咧交换呢，上帝免你的钱啦。较要紧是爱你的信心啦，哦。所以阿嬷的信心爱开始改变无，爱看圣经嘛。所以为啥物要看圣经？哦，所以圣经讲咱的祈祷好亲像啥，芳芳的香啊。所以咱爱搁点遐香无？毋免嘛，吼。所以咱嘛免烧遐金啊，搁造成环境的污染啊，所以用心神、用真实伫遮来敬拜这位上帝。啊，当然咱献金奉献是因为要帮助教会对这社区事工的路用嘛，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安尼，互咱知影讲，耶稣毋是爱食披萨啦，耶稣毋是爱食清粥小菜啦，耶稣是爱咱心神真理伫遮来敬拜伊。所以伫迄过程中间，咱看见即个家庭，因为伊听见即个福音，听见即个真理，所以全家安怎伫来得到救。本来是伊无望啊，伊检测头前无路通好行，检测伊伫伊的工作顶面有压力。有当时咱伫工作顶面有压力，转去就安怎？对某囝安怎？歹声扫嘛，对无？恁兜有安尼举手的莫举啦吼。有当时咱的过去有咱牧师处理真侪代志，若心情无好，开会阁无顺的，先转去嘛，加减会大声，你知无？所以有当圣神会感动咱，启示咱，互咱知讲，咱着爱改变，爱悔改啦所以伫遮咱看，若开会了无顺利，拢毋敢甲我问啥安尼啦。感谢主啊，就是讲咱伫咱的工作职场中间，有当时检测定时，互咱有压力，也是讲咱伫即个职场的中间，工作场所拄着困难的时候，有当时咱就会造成家庭有一寡遮的影响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讲人生的旅程，你的生活其实有转变的机会透过安尼，咱头一个就是讲做伊食是迄个咱的脾咱的即个伤痕本来已经有伫遐来收束啊，总是有当时因为啥物？因为遮的伤害，语言的伤害，想有真侪遮的关系破裂甚至咱咧自学方案遮有的囡仔，因有遮的受家庭的暴力的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佫一遍将迄个本来要收束迄个屁佫甲空掉去然后就流血所以伫咱彼此的中间，是毋是咱的家庭亲像做伊食迄个咱像迄空厝的屁安尼，佫一遍来空掉。因为安尼，我想要维持迄个关系，拄阿翔甲因太太，我相信
检在伫迄个事件的过程中间，嘛有一寡遮个碍拗的所在，对无？所以伫迄个无形的枷锁的内底，检在咱亲属，也是讲咱的翁仔某、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亲兄弟、亲姊妹，检在有当时啊，伫迄个过程中间嘛有无好的关系这拢是无形的束缚、无形的枷锁。其实拄啊，伫华语礼拜我有放另外一段影片啦，其中有一个即个因兜的即个妹妹叫做雅静这自国中就开始念伊咧挂家己的手要自杀对3楼跳落来本来医生讲看这无望但是因为伊的姐姐后来有信主，然后叫大家祈祷医生讲无可能恢复迄个真正常的生活，总是透过伫遮大家祈祷，伊会通真紧出院，然后去参加即个特会了后本来无法度讲话，怎开嘴讲话伊的姐姐信主了，的生命嘛改变，甲伊的小妹回信咧讲，较早我要甲你放弃啦感觉你扣角无效啦所以甲伊回信咧，伊的小妹讲哇，看见伊的姐姐信主了，会改变会搁较温和，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关系的影响无好就会好亲像无形的迄个枷锁，锁链束缚掉的互咱无法度真自在所以什么代志是你生活中的锁链的捆绑这咱透过祈祷来到主的面头前互咱会通透过即个家庭毋是劳苦，毋是重担，毋是你感觉讲我搁安怎拍拼台湾人讲的讲宿命论，就是讲我搁较安怎拍拼就是安尼啦，毋免安尼无法度命运无法度改变啦所以伫迄个过程中耶稣来就是要改变咱的命运。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来。阮一生的年纪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伊紧紧过，阮就飞去。恁既然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我的心来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这是耶稣对人讲：来，恁若劳苦重担，来到我遮我的担捌饲牛过无？捌看过牛咧拖牛车无？迄个担啦，迄个牛担，阮细汉咧坐牛车的时阵，咧看牛的时阵，迄个牛担就是安尼咱看讲。担伫你的肩胛头，检测就是安怎，互你无法度行出一个快活幸福的人生。总是耶稣讲来，我就要帮助恁，担恁的担所以透过做一家，就是家人的家啦互咱会通透过德福也好，透过咱的儿童的牧区，透过咱的青年的牧区拜五。顶礼拜五风台天总是大家祈祷，因阁会当若有看到我直播因就伫楼顶安怎，哇，伫遐学乐敬拜，然后阁含肉安尼啦所以咱看伊讲真正上帝听上帝恩典互因会通伫遮有40外个遮个青少年，有真侪是外面来的遮个遮个青年因通透过安尼因。我有私下问讲，恁兜有信主无咧？总是伊欢喜来到我哋教会。咱嘛透过遮囡仔的自学方案伫遐来帮助因，透过遮真侪咱看伫厝内底听，咱所做是啥？透过小组的聚会这咧创啥？这伫集会长老因兜咧小组聚会啦咧算啥？咧算桌游啦透过安尼彼此来建关系，透过圣经的真理，伫遮互咱会当生命得到成长。透过囡仔甲遮个士大人因做伙伫遮来互在伫遮亲子主日的时阵来帮助，互咱会通安怎遮个爸爸妈妈毋是甲囡仔送来教会就好呢？你知无？伫
长老啊，互你教吼，牧师互你教，毋是。犹太人的宗教教育是对家庭开始，所以因今仔日伫世间吼，伫这世界遐尼啊有出发，就是因为哪，因伫信仰的顶面吼，爸爸妈妈你爱真了解这个信仰嘛，你毋通会当甲教，所以你爱来做礼拜啊，囡仔送去楼顶来参加这主。这个儿童的礼拜安尼吼，所以会通做伙，咱也透过这个囡仔青年来服侍这个社区的囡仔吼，所以这拢过去咱伫遮做，也是透过德福社区的据点，咱的这个同工做伙咱做伙来得到福气吼。所以上帝感动，我要号名的时阵，我老牧师问我要号啥物名？一个感动德福所以互人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吼。所以今日咱透过上帝大学咱嘛会通伫遮活甲老，学甲啥，然后互咱会通重新伫遮来学习，也透过安尼伫厝内底听，咱过去这2年外一直咧结果子，也有遮个咱的兄弟姊妹来洗礼，透过跨年祷告会，咱做伙祈祷，互咱会通伫遮来设定一个目标，互咱做耶稣的学生会通伫遮来多结果子。咱会通透过同工咱伫遮做礼拜，楼骹地下室嘛有遮恩友因伫因的家庭，因个人生的过程中失去一寡遮机灵的时阵吼，咱望透过安尼伫遮来帮助因，互因重新面对因的未来。咱如果咱看见咱的周报的即个见证内底，就其中有一个一个姊妹伊写起。伊安怎伫遐生命会改变？伊安怎透过祈祷伫遮来经历着上帝的恩典吼？咱也透过做伙关怀伫遮来赢得遮灵魂。咱望透过遮个关怀来帮助，互遮个志工因奉献出因的时间来做社区的服务咱也透过遮志工因的生命看见，互人会比替人会较有福气。所以真要紧的一个真要紧，就是爱抓着这个真理，毋是我做好事、做善事，这拢无法度买咱灵魂得救。所以，互咱会当伫遮做伙伫遮来经历还佫有咱阿公阿嬷会当读讲故事，互遮个囡仔吼，互遮个囡仔遮个囡仔嘛讲故事互阿公阿嬷听，有无？所以老少共学，做伙伫遮来分享最后咱有看讲，咱会通甲喜乐人同喜乐即讲互长老咧嫁查某囝啦咱会通有同工做伙落台中甲因同欢喜为因来举行即个结婚的礼拜咱嘛伫即个丧葬的中间，咱甲哀哭人同哀哭咱会通伫即个信仰，毋是讲基督教信基督教死无人哭。毋是啦咱会当慎终做心中对到伫迄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咱用心灵真实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咱伫清明的主日的时阵，咱会有追思的即个礼拜，做伙来孝念咱的士大人。总是咱的得救是因为咱信耶稣。拄仔的金句讲，你若信耶稣，你甲你的全家拢要伫遮来得到救。所以，互咱透过这个过程，咱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咱这老年阿祖级阿祖级这区长，还佫有这阿公级、阿妈级这小组长，伊拢真用心。所以，咱有看见伫这年长者，因认捌到这个真理信仰，所以，互因的生命开始伫遐改变。我相信透过因的生命要来影响到伊的家庭今日也透过孝亲主日，这个孝亲主日有。邀请因厝的人来，对无？有无？有邀请朋友来，举手一来。有啦其他拢无举手，是安怎所以有当时咱要透过这活动，就是有机会来邀请这亲人为伫楼顶孙伫楼顶，所以咱看见伫耶稣的厅内底，透过你来活出厅，会通互这个家庭会通活出面对苦难中间亲像保罗甲西拉共款，因拄着这个无知啦、愚妄冲动来来攻击因的这个外邦人所以因无用怨恨，用咒诅因用祈祷，
因用祝福因用伫遮充满感恩，所以因伫家教中间会通学了，毋是唱口条啊，毋是唱迄个爆破梦，毋是看无头前的道路，因伫遐学了感谢上帝，你知无？所以学了感谢，充满感恩，因的性命会通继续面对头前的苦难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祈祷学了有带来大的关联天地拢会震动，所以莫怪耶稣讲，我要互恁的即个祈祷关键是啥？伫地面上困捌伫天顶也要安怎？困捌伫地面上放的伫天顶也要安怎？头放啊！哇！你知影，你若信耶稣了，你有即款的关联，所以保罗讲命令遮邪灵对迄个女婢的身上出去，伊就爱出去嘛。所以咱若信耶稣，这7月时爱惊无？是你惊伊啊，伊惊你？敢真正？你若有即款的关联你若有常常读圣经祈祷亲近耶稣，伊就爱惊你，安尼你了解所以伫遮圣神的关联会通震动天地万物咱我其实华语放的迄段影片，其实咱有看伊讲透过祈祷服侍，互迄个医生感觉无可能的拄咱看一开始迄个祈祷会我看迄一暝食180粒的款哇，迄那一暝有一暝腹肚那有毒所以而且哇，但是咱看伊学了，敢若讲啥？哈利路亚，学了耶稣对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所以哈利路亚就是咧学了主，学了的过程中间，你的身躯的细胞就安怎活化活起来，你了解无？所以莫怪圣经讲喜乐的心是上好的药其实上帝互咱有这个免疫系统你若有恢复了，你要看伊家己就会啥修补医治的溃烂所以伫遮咱讲上帝的关联会通伫遮震动着天地万物放我安写所以伫遮咱看讲面对即个顾家的人，伊无路通行时，有当时就用家己的方法，背倒是要家己自杀。有当时真侪就是安尼，行到人生的尾站，总是有人相信讲上帝安怎关啥？关一个门，甲咱开啥？咱开一个通啦。所以耶稣无放弃咱。咱有看真侪在见证迄个尼克无骹无手，剩一个迄个小鸡腿安尼总是伊个会当娶某，佫生双生，佫生囡仔，佫会当四过伫遐报道所以迄个心态真要紧所以当伊要家己要找这死路的时阵，保罗出声，用听的呼调，伫遮来讲啥？来啦！阮拢无走啦，偏无走，阮拢伫遮啦，所以毋通家己伤害家己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看讲，迄个疼是互人会通面对伊绝望的路中间会通继续行落。因为保罗伊伫遐会出声，所以互这顾家的人，你要看伊若一人死伊的全家要安怎？若敢若伊一个人咧上班，咧讨谈，拢无想到厝的人的感想。所以今仔日咱看有人真侪家庭嘛是安尼拢敢若想到家己，一了百了，死会较好。有当时邪灵嘛会对咱的兄弟姊妹讲的，伫祈祷种牧师迄一个声拢叫我死会较好毋免留伫这个世上安尼讲，迄是魔鬼的声，毋通听耶稣的声。耶稣就是互你有一条出路。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伊回应讲无我要安怎？有啥物路通好行？保罗讲有一个真要紧的，你甲你的全家爱洗礼，爱得救耶稣伫咱生命中间会改变咱的命运所以咱毋免搁再活伫台湾人，也是华人迄个宿命论、迄宿命论，我就是安尼我搁较拍拼嘛是安尼，毋是上帝话讲，你若伫耶稣基督内底，你要伫遮来改变你的生命会通行出一条活路。所以当你圣经甲咱讲因邀请耶稣伫因生命来做救主咱看拄下迄影片迄洗礼免烦恼，咱毋是用安尼洗咱是滴水所以所以无遐复杂啦
所以伫遮咱看较要紧就是你随承认心相信啊，相信耶稣是国外主。所以最近我咧甲遮要洗礼的遮青年人，也是讲咱的年长者要洗礼吼，我会讲吼，较要紧就是你的信心吼。所以咱得救是上帝恩典，毋是出自你的行为哦。所以咱看见即个约卒，因全家信主了，圣经甲咱讲充满喜乐啦吼。安怎改变因全家的命运？所以伫遮咱做伙来得到福气啊！咱来看即两个家庭，对欧洲开始路底亚即个家庭头水的果子哦，伊有一个开放的心，愿意听真理。有的人你讲你要讲福音，无碍歹，你莫甲讲耶稣。所以当咱心拍开的时阵，耶稣伊的关联。伊的毋忘拯救福气，就要透过圣神的感动，互咱咱也用心听，领受真理啊！伫后礼拜就几位要来洗礼哦。即个顾家的人嘛是共款，拄啊真惊吓，拄啊开始安怎想要死毋知头前的路要安怎行落去，因为面对的就是爱互处死无我家己解决啦。总是圣神的工作伫遮来运营，天大地动。总是看见这个圣神所带来，就是互人心的人得到透放，得到自由。所以当伊听真理了，伊找到一条新的路，因免死所以伫迄过程中，上帝改变全家命运。其中真要紧的，因全家信主，还佫有遐伊的朋友。圣经拄仔讲啥？有伊遐朋友嘛是拢做伙伫遮来洗礼今仔上帝也要透过你透过你伫遮来影响、来帮助互你会通伫遮来找求。所以亲像约卒遮的顾家的人讲，我要安怎？牧师今仔甲你讲，真要紧、真简单，就是你随承认心相信，接受耶稣成做你生命的救主。当你祈祷、感谢、恳求的时阵，上帝将出人意外平安赏赐伫你的生命内底。耶稣来就是要开一条新国外路。当咱继续伫咱地面上的生命的时阵，耶稣我伫天顶甲恁陪伴好势陪伴了，我要过来接恁倒咧到咧天里的主家。所以咱就免去烦恼以后的身后的事。所以这个信仰就是帮助咱，互咱看见透过做一家就是迦南的家，互咱的家庭会通行出迄个锁链，行出迄个束缚，互咱的上帝的听充满伫你的生命，你也通伫你的生命中间来活出主上帝的听。所以咱有看见教会真侪事工，因为有你的参与，咱看见遮年长者，因为有你的参与。你会通伫遮来照顾遮个，可能伊伫厝受到无好的款待，因为检查你的一个汤仔，因为你的一个服侍，你的一个关怀，互这个家庭会通得到改变。求主来帮助咱咱要做伙用气力，用这首诗歌，耶稣听遮个伤心的人。咱要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今日若有听见主的话，检查你的心内，亲像拄仔所写的，迄个家是迄个伤痕好，搁受疼你，也是伫你的心内，你的家庭有一寡遮的束缚，主耶稣要成做你一家之主。当你无法度做恁兜的主人的时阵，邀请耶稣。做恁兜一家之主，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耶和华，我君相信的人，拯救心灵同会的人，我的心浸在上帝的美妙。因为伊的人拢无欠亏，耶和华听叹阮拢的声，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因为你我的是为爱。
我要诗歌，哦罗耶和华，哦罗伊的话，上上的我的嘴，我的心因为耶和华夸口，咸美人听见就要大欢喜。做为咱全国我辈。我要诗歌，哦罗耶和华，哦罗伊的话，上上的我的嘴，我的心因为耶和华口，咸美人听见就要大欢喜。我的心，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夸口，咸美人听见就会大欢喜。三甲来祈祷，主你我群伤心的人，主阮过去的年纪减载，因为家庭，因为彼此夫妇亲子，阮的骨肉至亲所带来的伤害，地教互阮彼此伫阮的心内，好亲像锁链，好亲像伤痕。主你来，就是要找找失丧的灵魂。你来就是要互阮的生命会通得到医治，得到复原。主你来就是要互阮的生命更较丰富。愿主帮助阮，特别阮邀请的朋友亲人，互因有会通当伫这个福音的好处，互阮的家庭充满主的同在，充满主的福气，充满主的恩典。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天顶饼落赐福甲稳定的天父上帝，
阮要学了你的名，你互万百姓拢来敬拜你，互阮的活命得到透放医治。你是活命的主，是阮一生的帮赞甲倚靠。阮要高举你的名，一生来尊重。阮献上时间、金钱甲才能，要做你圣工路用，求你干力。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妹。请坐，这是要请尤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好，来，请坐，请坐。咱今日无有邀请啦，咱受邀请吼来到伫咱中间的亲人有无？徛开坐好无？好无？来，咱甲因欢迎一下吼。受邀请吼。OK， 好。好，咱先来头一摆来做礼拜吼，咱家欢迎啊吼，请坐，上帝所礼吼。再来，咱先来颁奖啦，好不好？来，啥物人来？来图文，咱有迄个我们这一家吼，这个图文影像的活动的比赛嘛吼，图文组的首奖是这个李玉山，哦，对吧？来，哦，好，一起，好，还有图文组的佳作吼，张子明。还个尤淑莲、王俊昭，上一页，网络人气奖有啊，我拄有读啊，网络人气奖是王俊昭，到尤淑莲个来，这影像组的这首奖是一凡这阿嬷来佳作啦佳作这姚玉琪、杨佑佩、康佳宇网络人气奖有康佳宇跟杨佑佩啦来佑佩，好来，个有无？来好。来，第三张子明，好，苏莲姐王俊俊昭恭喜，又有一个来，继续音乐继续夜晚。一曲无来一曲无来我要配哇2个，好，我们过去一点好吗？来。好了吗？好，我们拍手来恭喜他们。这个一起没来，我就收下了哈。好，其实咱透过这个活动，要互咱会通伫咱的亲祖变阿公阿嬷拄啊迄个拜耶稣的阿嬷迄其实你有看见有这隔代教养的问题，对无？新妇走伊都有真侪这个问题加做出现，所以咱嘛讲透过安尼，互咱的这个亲人会通做伙有机会做伙分享无着种的唔免失望啦下次还有机会啦好，咱伫消息的报告咱拍婆甲因祝福这得福的这热脸这
阁有咱的青年吼，咱伫即礼拜六有小会，所以请小会员伫6点伫5空区教室来召开小会，有报名洗礼这个兄弟姊妹你有报名受洗的，伫暗时8点伫拜六的暗时8点到501501个会议室来问道理咱今仔嘛有迄个医疗关怀咨询伫即个图书馆遐咱即礼拜拜三即礼拜拜三暗时8点有祈祷见证会，甲你的饼讲，即礼拜三有祈祷见证会，爱来参加咱的双年大学9月7、9第2学期开学所以年满50岁以上50岁以上就资格来报名参加加入这个双年人即仔毋是60几岁，抑阁青年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学习有无共款的课程真好的咱伫具体消息咱怡云就顶位我说的这青年嘉琪的查某囝怡云有来无？伊伫台中伫遐演奏会即礼拜五要伫咱教会有这中提琴中提琴的独奏会下骹楼骹有这海报咱看咱家己的主题伫音乐顶面有这文字，咱家己鼓励恭喜咱的这个洪成长老成功因父成功做嘛咱甲因祝福，甲因恭喜。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着信最后说，你就得着救，以及你的家。使徒行传16章31节，搁一遍。因讲着信最后说，你就得着救，以及你的家。使徒行传16章31节，咱礼拜了祝祷了请咱的这个德福咱这个关怀据点的会当做伙伫遮翕相。参赛者好，咱来即时祝祷来请余牧师来祝祷。无迄个。车肯，这车肯，但是麦克风。嘿，大家好喏，我是德福的青年老师我们先鼓掌欢迎一下我们最年轻的阿公阿嬷，请起立，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最年轻的阿公阿嬷呢？因为他们很爱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跟年轻人一样，我们这一次有做一个东西叫拉炮，那这个东西算是一点科学的东西，那我们也很开心，阿公阿嬷肯跟我们一起做。那我们现在来看他们的成果发表。好，出来了。感谢主互咱是生命充满充满做这恩典，咱做伙来做伙起立，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互恁全家拢要得到福气。愿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主爱疼痛，充满伫恁每一个人的家庭。要主圣神来开恁的心窍，互恁明白真理，拢会通成做有福气上帝的宝贝囝、宝贝查某囝。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这灭祷